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2月初7，诗篇80篇19节安尼讲：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互阮倒转，互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到救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越倒转，通得到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无瑕疵，公义无虚假，主爱无穷尽的至悬至大的上帝。主啊！你就是真理的光，活命的水泉，平安的源头，恩典的赏赐者。主啊！阮有做人，只有用谦卑甲忏悔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赦罪恩典临在伫阮，互阮通有更新的气力甲活命。主啊！软弱的阮，常常伫罪恶中反悔，也常常无气力来赢过这个歹，总是你疼痛的心肠，爱阮越倒转，互阮甲你和好，定心归伫你，就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到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是主爱的主，伊时刻要用伊发出光的面来光照咱。咱若活倒转，就要得到救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